为伫后火车站的百货业者，为着要抢占母亲节的市场，将伫26号推出妈咪女王庆，侪化妆品、家电产品拢有优惠，专柜满5000送500，阁有13间银行满6000送300，甚至阁有满1000就会使抽邮轮之旅，要互消费者抢便宜。台湾大圆百推出了高达17%的一个优惠啊，除了包含了全馆的5000送500，那在首6日呢，我们也推出了 Happy Go 卡再加赠200的活动啊。另外在整个13大银行满6000送300啊，家电的满万送千，这是很基本的。那另外我们也推出了包含了1000块啊，可以参加邮轮的一个抽奖的活动啊，整种的活动还有我们的 Happy Go 卡的一个来店礼活动。以及点数点换送金的活动都是非常的优惠的。在商品部分的话，我们除了提供了化妆品还有家电的一些商品的优惠以外，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了Schedule的运动品牌的联合特卖会，以及日本丹宁品牌的一个 Ride On 的一个特卖会，希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更多一个商品上面的选择。这届除了商品优惠以外，百货内底餐厅嘛推出侪母亲节优惠，要互来逛百货的民众会使一边买物件一边食好料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